帶你深入貴州的山水秘境與千年苗寨、貴陽、烏江寨、黃果樹5天循環高鐵團，從香港西九龍搭乘高鐵，直達清涼貴州。我們將帶你走進亞洲第一大瀑布——黃果樹大瀑布，重本包門票、環保車及上行觀光扶手電梯，觀賞水勢奔騰的震撼。接着探訪世界最大的西江千戶苗寨，看上千座吊腳樓依山而建，感受濃郁的苗族風情。夜晚更是精彩，在迷人的烏江寨，你將欣賞到非遺絕技獨竹飄、絢麗的無人機表演與音樂水舞秀、目不暇給的無人機表演，並參與熱鬧的篝火晚會。你還能觀賞融合苗繡與銀色的川滇民族時裝秀，更有機會登上舞台，親身演繹民族美學。我們也將漫步於600年歷史的青岩古鎮，並欣賞貴陽地標甲秀樓的璀璨夜景。全程入住國際品牌酒店，並品嘗長桌宴、酸湯魚等地道鉗菜風味。